北海深處竟然藏住失落大陸，沉睡萬年嘅秘密或將改寫歷史。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泡泡，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講起沉沒嘅大陸，好多人即刻諗起亞特蘭提斯，但喺北海海底，原來真係有一個被遺忘嘅世界，叫做杜格蘭。冰河時期海水低好多，今日嘅英國同歐洲大陸係連埋一齊，中間就係呢片叫做杜格蘭嘅廣闊土地。泡泡知道嗰度唔係荒蕪之地，而係生機勃勃，有森林河流，仲有猛獁象、野鹿周圍走。但隨住冰川融化，海水慢慢上升，已經威脅緊杜格蘭嘅居民。更致命嘅係，大約8000幾年前，一場超級大海嘯，可能係由挪威海岸嘅海底山泥傾瀉引發，突然席捲呢片土地，將大部分地區徹底淹沒。咁住喺杜格蘭嘅人呢？考古學家喺海底撈到過唔少工具、武器，甚至人類骸骨。分析顯示，佢哋當時嘅生活相當唔錯，主要靠打獵同採集為生。但奇怪嘅係，面對海水步步進逼，似乎冇大規模遷徙嘅跡象。佢哋係咪有獨特嘅方法去適應？定係佢哋嘅文明程度遠超我哋想象，有更深層次嘅原因留守，直到最後一刻？呢啲都係未解之謎。呢個消失嘅文明同其他傳說中嘅史前高科技文明係咪有啲關聯？泡泡認為，杜格蘭嘅故事唔單止係一個地理變遷嘅記錄，喺官方記載以外，一直有啲零星嘅傳聞同發現，暗示杜格蘭嘅故事可能遠比表面睇嚟複雜。有啲漁民聲稱喺拖網時撈喺過啲唔似係自然形成、帶有奇異規律嘅巨石結構碎片，甚至係一啲無法辨識嘅金屬合金。雖然呢啲大部分都冇實質證據留低，但就引發咗關於杜格蘭係咪曾經存在過一個遠超當時認知嘅史前文明嘅猜想。呢個文明可能唔單止識得簡單嘅石器，甚至掌握咗某啲我哋未知嘅能量或者建築技術。我始終認為喺所謂嘅信史之前，人類可能已經建立過相當複雜嘅社會，甚至擁有我哋未知嘅智慧。呢啲沉喺海底嘅遺跡就好似一塊塊拼圖碎片，等緊我哋去發掘，去重新理解我哋嘅過去。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